王妃，你可知有一古法可验亲缘？滴血认亲？正是。既然郡主把故事当了真，那咱们不妨就做一回戏中人吧。启禀王妃，据说子女的血能跟父母的相融合，若是要让这二位死心，只需一滴血足矣。大胆刁民！我乃当今圣上亲封郡主，一滴血怎能说取就取？请郡主体恤百姓，赏一滴血。姐姐，早知如此，你又何必让若恒来呢？你看我身为王妃，岂能不心系民众？又岂能拿王府的荣誉做赌注？今日孟长师也算为民请命，你便委屈一下吧。启禀王妃，孟婉此处正好有一枚银针。不必，我自己的倒干净些。郡主不可，您若如此，承恩王府的颜面何在？王妃不可，郡主虽被这些小民所威胁，但是若霞，给郡主取血。是，郡主，便是取血，也不可当着众人。若非你提醒我，我竟被这草民给气糊涂了。求姐姐给承恩王府颜面，若恒不能当众取血。准。洛霞，陪郡主去取血。是。刘烨，帮里兄弟来消息，柔兰姑娘的父母被弄哑带到郊外了。糟了！王妃取过血了。杜嬷嬷，王妃明鉴，血融合了。这血相融了，你们便认定他们是我的父母，对吗？当然，绝无差错。绝无差错。你不是若恒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竟然冒领郡主身份，大胆！敢当着本王妃行凶，冒认郡主是死罪。姐姐别急着问罪。小九，出来。若我说这盏中的血是兔子的血呢？洛霞，刚才取的是谁的血？回王妃，是兔子血。王妃恕罪，是我不让落霞出来，只愿还我家郡主一个清白。王妃若是责罚，小九愿领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胡莲，管好你的人，我再不能由你们胡闹了。杜嬷嬷，融合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边传来消息，明日出游，恐生事端，让你早做打算。小九，明日你帮我猎一只动物。小桃，明日你跟着我见机行事。是。孟婉，你可知罪？孟婉，乱发善心，被有心之人利用，你可知罪？就算郡主长得像你们家女儿，你们也不敢胡乱攀拥。你们竟敢污蔑郡主，其行可诛。请王妃恕罪。王妃，今日之事，胡莲，你虽是我信重之人，但今日是你的人犯了错，的确让若恒受了委屈。我要把你交给若恒，你要认打认罚，求到他谅解为止。是王妃。如此扫兴，回府。
草民，请郡主恕罪。吴先生受王妃照拂多年，可想过有朝一日会落到我手里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罚人的法子，我还是跟吴先生学的。你猜我会用哪一招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，事到如今，咱们各有天命吧。让吴先生跟着马车后面走吧。没用的人，留着还不如死了。做得干净点。明白。吴先生，磨磨蹭蹭什么呢？还不快跟上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！草民，谨遵郡主的旨意。听话就好。硕恒回来了。是，但郡主她一回府便紧闭了院门，只见有烟雾缭绕，却不知他今日受了大委屈，要拿吴莲出气，就由他去吧。可王妃，您不觉得今天这滴血认亲之事有蹊跷吗？只要不耽误了正事，便无妨。待到花朝节之后，王爷离城回京之时，咱们再处理也不迟。硕恒也好，吴莲也罢，都是咱们要用的人，只要用着顺手，你又何必操心那些小孩子的斗气作伴？奴婢知道了。陆霞，去瞧瞧，只要他们不闹出天去，就不必回我。是。先生，这都几个时辰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要不，我先扶您起来吧。任他如何左右，只要没出这王府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说让咱们现在去接应，还不是怕那女人办事不力？就是。吃吧吃吧，先生不归，也没忘了你们。希望刘大哥他们一切顺利，能找到那份名单。小姐，这天都黑了，吴莲还在外面跪着呢，说是要等您责罚。他倒是聪明。怎么说？他跪在院前，不就是让王妃那些人看着他已经知罪认罚了吗？我若是不饶了他，便显得我无容人之量了。那我们……他错判我了。先生，不如我去禀报王妃，说您晕倒了，此番不就能躲过去了？你以为躲过了这一时，这死丫头就会放过我吗？吴莲，
求郡主恕无莲怀疑郡主身份之罪，求郡主责罚，哪怕郡主要无莲的性命，我也没有怨言。那可好啊，你的命，本郡主是嫌弃的，但你的手，吴先生，听说你的手冠绝锦绣城，平日里你的手穿针捻线，今日我要让你的手被针眼线穿。啊，不可！郡主可知，王妃需要用我这双手为她绣制花朝节的礼服？我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我不会伤你食指，只需要吴先生的手掌轻轻一握，这不过分吧？吴莲，你可认罚？无莲认罚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可！我家先生的手岂能是一个下人所伤害的？郡主虽然高贵，可以不能……这王妃的礼服尚未绣好，若是伤了先生的双手，日后不能再绣，就算是郡主，也难担此责。吴先生，你家的狗没拴好，冲撞了本郡主，我该如何罚你是好呢？启禀王妃，郡主她慌什么？难不成郡主要无莲的小命？那倒没有，但是郡主她要伤吴先生的手，伤他的手？那可了不得了，王妃的礼服还没绣完呢。你若是不想受罚，就可以直接说出来，何必让一条狗横拦竖挡？你就不怕我要了他的命？郡主要我的命，拿去便是。奴才的狗命不值钱，可是我家先生在这锦绣城中，那可是无价之宝。呸！就他也配得上无价之宝这几个字？无信。郡主身份尊贵，我这双手湿了又如何？把郡主气坏了才是大事。小九，既然吴先生已经认罪，那今日便可饶他一回。郡主，小九，谢郡主，饶过我这双手，为王妃绣衣。真要放了这厮！王妃驾到！哎，先生，放肆！先生，快把先生扶起来！若恒给姐姐请安，惊扰了姐姐，请姐姐恕罪。王妃，您可算是来了，请您救救我家先生啊！无信，王妃，是无莲有错在先，不怪郡主。郡主，别说要我的手了，就算要我的命也无妨啊！传府医，马上传府医。是。若恒，我平日纵你是因为姐妹情深，但今日你大失体统，不知分寸，本宫罚你禁足抄经。若心性不改，不得出门。王妃，你错怪我家郡主了。小桃，妹妹知错，谨遵姐姐旨意。吴先生智商要紧，有我在，我看谁还敢动你分毫。谢王妃。带你家先生回去。先生，把花晾晒好，等王爷回来，我亲自给他做鲜花饼。府中怎么会有人记得我弹过的曲子？怎么乐声如此有气无力的？王妃到。
给王妃请安。硕恒呢？郡主，硕恒，你的脸色怎会如此难看？让溥仪来瞧瞧。姐姐，没事。我家郡主她一直没吃饭。硕恒，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。如今养好身体，带王爷回来才是正事。若恒自知犯错，耽误了花昭节姐姐的盛装，若恒只能自罚绝食，但求姐姐能消一消怒气，便心满意足了。郡主饿得小脸都憔悴了，快给郡主传膳。是。他饿坏身子是小，可若因此无法为我顾宠，那岂不是白费了我一番心思？你既然已经知道错了，那就不必再罚自己了。姐姐可是已经原谅若恒了。是啊，郡主好好吃饭，说不定王妃一高兴就解了你的禁足呢。姐姐，还是我来吧。先生，你的手，他居然下了如此狠手。这令如兰也没得到什么好处，她被禁足了。多嘴。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事已办妥，那对老夫妻没有机会再生事端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解了如兰姑娘的禁足，不然待那王爷回来进了洞房，他非完璧，更非郡主，哪一条被无莲揭出来，不都是死罪？干脆咱们去王府抢了人，收了严雨秀章算了。使不得。那若恒郡主和如兰姑娘的苦心全白费了，不知道还要搭进去多少人的性命。小九姑娘，此时进王府，我们恐怕会帮了倒忙，还劳烦给郡主带句话。一句话就能救他？没错，只要郡主肯帮无莲一次，那便可解了禁足。帮无莲？既然眼下王妃离不开无莲的烟雨秀妆，那帮她一次又有何妨？刘爷，你这主意真让人气得慌。解了郡主的禁足才是眼下大事。小九姑娘，有劳了。王妃，这是我家先生为花昭节准备的绣品。果真只有吴先生才能绣出这绝美的意境。你若实在绣不得，可以便歇着，倒也不必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绣工来敷衍本宫。王妃慧眼，但我家先生绝无此意，是孟婉见我家先生手受伤了，故而斗胆绣上，好让王妃知道，在这锦绣城，再无一人绣技可比肩先生。求王妃为我家先生治手。孟婉，不可因为我的事麻烦王妃。本宫不是派了府医了吗？按照府医的疗法，若想要先生的手痊愈，需1个月之久。但若有神药相助，3、5天便可好全了。何处有神药？快去为你家先生寻来。孟婉听府医提起，昔年陈恩王在战场上遭遇火攻，伤情严重，恰巧与神医相助，王爷因此3天便痊愈了。孟婉心想，郡主承袭厚爱，难保也知1、2。罢了，绣品的事，本宫恕你无罪。既然有方子，还有本宫拿不到的吗？那就
有劳王妃了。去吧，多多练习绣艺。是。君主，您为何不同王妃讲解除禁足的事？说有何用？小九既然已经和刘大哥商议，说没有新的消息传给我们，而我倒是想看看这吴先生到底会怎么样。妹妹可好些了？姐姐已经为花朝节之事够劳心了，竟然还念着妹妹，真是让我无地自容。日后我定会循规矩步，等着王爷回来。你懂事便好。对了，我听闻承恩王府有一张治烧伤的药方，你可知晓？回王妃，老王爷曾得神医赠方，确有一张烧伤药方。姐姐怎会突然提起这个？昨日孟婉仙医时提起的，他对吴莲倒是挺忠心的。如今这吴莲又贵又伤，妹妹的气也该消了吧？妹妹，你是金枝玉叶，何必与那商户赌气自降身份？不如就此接过，也彰显郡主气度。姐姐是想要我承恩王府的药方？你知道便最好，若不知道，我就派人去承恩王府取，也不费事。不必，这药方我有，只是不想给那吴莲用。过几日王爷就要回府，你就要成为新嫁娘了。妹妹，这些小性子也该收收了。姐姐，我说笑呢，看把你为难的。为了姐姐，我连命都可以给，更别说什么药方了。贫嘴，那便快些写，写完了让李医师瞧瞧，别在笔误闹了笑话。知道了。杜嬷嬷，随我去写2匹布，让烟雨绣庄给郡主做2身新衣服谢恩。是。妹妹，那你便休息吧。你怎答应了？这药方咱们都记不全，这可不能乱写。无妨，就算吴莲的手是真烧伤，给她写副清火降燥的方子也算是正好。可府医要验看啊。这是我承恩王府的药方，他敢是一谋？这方子有问题啊！不，启禀王妃，这方子看似寻常药，但是这药引子糊珠加得甚是奇妙，此药贵重难寻，想必是神医的绝妙之处。既然药方无误，那就快去给烟雨绣庄的吴先生治伤吧。是，王妃。杜嬷嬷，若横县药有功，看来也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便解了他的禁足吧。是。黑血，药中有毒！此药乃老夫亲手所配，怎会有毒？李医师，我家先生喝了这个药才中毒的，我们都是亲眼所见。吴先生，医者仁心，我自身清誉事小，可此事牵连着王府，牵连着王妃和县药的郡主啊！李医师，这些明明都是我们亲眼所见到的。走吧，跟我去报官。吴先生，我只不过是一介郎中，只求几两碎银糊口，不懂得什么高官厚禄，更不懂得明争暗斗，只求先生高抬贵手，放了我吧。可惜呀，你已经参与进来了。如果你不想成为谋害我性命的凶手，就乖乖听我的。
这几味药只是寻常清火的，根本没有治疗烧伤的功效。他随便写了几味药来糊弄王妃，想逼我自己露出破绽。只可惜他还是太心急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栽在自己设计的陷阱里。孟婉，你模仿着药方上的字迹，改几味药，拿给李医师。是，先生。这腰身比上月收紧多少？回王妃3分。当年王爷见我时，便是赞我窈窕，可如今王妃更胜当年呀！王妃，吴先生中毒了。什么？吴先生喝了郡主给的那方药，便中毒了。药乃卑职亲手所煎，亲手端给吴先生喝下的。问题就出在这药方上。这药方你不是验看，说是没有问题吗？臣是看到药方当中有几味药都有微弱的毒性，想必这是神医之妙，有以毒攻毒的效果。但没想到……废物！杜嬷嬷，叫他来见我。是。你竟敢在药中下毒，毒害无莲！姐姐，我是诚心悔过，又怎会下毒？定是有人在中间搞鬼。求姐姐让我与他当面对质，以证清白。他已经中毒，如何与你对质？姐姐，既然吴莲已经中毒，那便成了刑案。我愿意请于大人出面查明真相。好，杜嬷嬷，让于明去烟雨绣庄，此事按刑案处置。是。求王妃救救我家先生！我家先生喝了郡主给的药就倒了。不可胡言，孟婉，快扶我起来。先生，王妃驾到，恕无莲不能起身接驾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王妃明鉴，若恒冤枉，此药方乃是神医所赠，又怎会有毒？若我有心下毒，昨日回府的路上为何不动手？无莲不敢怀疑郡主，许是无莲做了些事，惹郡主不开心，才受此责罚。胡先生，我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大夫来。谢王妃。无莲死不足惜，只是不能帮王妃绣衣了，无莲有愧啊。你若真心觉得有愧，又为何几次三番的难为我？要知道，我可是为了姐姐才来的。你还知道是为我而来？王爷花朝节回府办喜事，本是锦绣城的大事，他一介商贾上之轻重，你身为郡主，却屡次三番的闹事。王妃，不要因为草民和郡主争吵。也许是我本身体弱，撑不住郡主这大补的药方。于大人到，下官给王妃请安。免礼吧。于大人，你可有初步探查出可疑之处？此次犯法，不论是谁，王府绝不偏私。下官经过初步查验，发现此方药中有乌头这味药。吴先生中毒，似乎跟这味药有关。似乎？于大人，莫非这就是你的为官之道了？请王妃息怒，靖远王府治下严明，本官必将秉公执法。还请郡主到公堂问法。不可，郡主乃是千金之躯，怎能去那种？准。郡主请。胡先生，那你且好好歇着。谢王妃。孟婉，替我送送王妃。是，先生。王妃，请。厉如兰，这一次
敢明白？他明知道是我要的药方，还敢明目张胆的下毒。禀王妃，纸张、笔记、用墨都跟郡主之前用的东西一模一样。可是，说，郡主在堂上只说了一句话，但是，之后就一言不发了。他这个性子，也罢。于大人，你便去安排吧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能说出些什么。是。就这儿。辛苦了。姑娘放心，你父母已被送出锦绣城。刘大哥，又让你费心了。你怎么会贸然给无莲下毒？我问过于大人了，对比过药方，字迹确实是你的。毒是他自己下的，字是找人仿的，是我大意了。没想到他这苦肉计竟然连用2次。他还对你做了什么？没伤到你吧？他自伤右手，为的就是栽赃我。他这么做，是为了把你赶出王府。只要你离开王府，失去庇佑，他就可以下黑手了。有没有查到是谁从中作梗？此事有李府一经手，定是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，兴许有用。保护好自己，万事小心。刘爷，深夜到访，可是救急犯了。我这就给你抓一副止疼的方子。李医师，今日我来不是看病的，是想问你件事，关于你家小娥的。她已经嫁人了，在夫家侍奉，守得正身。你又如何？前些日子，绣娘小叶出了意外，被人发现时已经失去了贞洁。你想说什么？她是在烟雨绣庄被人夺去贞洁羞愤而死的。3年前厉如兰的事也是如此，李医师不会不知道吧？小娥也曾在烟雨绣庄学艺，你觉得她逃得过吗？我家小娥乖巧守身，你休要污蔑我女儿。不知李医师可否见过这个？小娥有一条一样的帕子，只是绣的花不一样。受过欺辱的姑娘，无莲都会给她们绣一方帕子作为信物。那这帕子的花为何不同？无莲用欺辱姑娘们当时时节的花语作为记号。她诬陷郡主，我需要你在公堂之上说句实话，可否？好，这种畜生，我不会放过他。走。李医师，你有话可讲。大人，我亲眼见到有人往药方上加了几味毒药，此人便是郡主。李医师，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？一派胡言！你一介府医，怎么能够进到郡主的书房，亲自看郡主写字？大人，我有物证，可以证明李医师说谎。呈上。大人，此物乃是烟雨绣庄盗出的药渣，府中的医师已经查验过了，里面并没有毒药。大胆李医师，在公堂之上敢诬陷郡主，罪加一等。大人英明，此事乃我故意陷害。我今日赌钱输了银子，便偷偷的在药丸里下了毒药，想以解毒为由换些银子。这是烟雨绣庄的银票，小民该死啊！
李医师，若想保住你女儿的名声，就认了这罪。王捕头，你是捕头啊，怎可知法犯法，冤枉好人呢？若不是吴先生提携，让我顶了刘鑫的捕头之位，我怎会有今日？李医师啊，人呐，要知恩图报，否则下场会很惨的。李医师，你可别忘了，那天银票可是揣在你自己的怀里的。来人，把李医师打入死牢。是。大人，他死了。拉出去。来人，拖进去。是。满嘴胡言，死不足惜。都是小人作祟，妹妹受委屈了。胡先生，也让你受惊了。既如此，于大人，退堂吧。何人喊冤？冤枉啊！我儿冤枉啊！大人，传此假意，被人害死，还请大人为曹明做主啊！呈上。请王妃和郡主稍后再会。于大人的意思是，此事和他们有关？王妃，您可知这状告何人？是郡主。大胆！郡主怎么会认识他们？如今郡主真成软柿子了，任谁都能攀扯。王洛在。他们状告郡主，有证据吗？回大人，今日有人发现贾谊被杀死在了城外的乱葬岗，我等在现场发现了此物。呈上。是。此物可是郡主的？回大人，这是我的珠花不假，但容我辩解一句：发现我的珠花就可以证明我杀了人。如今这个珠花在于大人手中，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于大人也有嫌疑？硕恒，好好回答于大人。这珠花是我的，但不知是何时丢的。那请郡主仔细的想一想，在何时何地用过此物？于大人是有妻室之人，想必家中也丢过珠花。一枚珠花罢了，不是什么贵重物品，丢就丢了，不会有人在意。既然证明不了这人是我杀的，那就请于大人先查清楚，别急着定案。大人，有人发现前几日郡主和贾谊有过交谈，此后贾谊便失踪了，要不要将此人叫来对证？我才来锦绣城几日，怎会认得什么贾谊？我又怎会与他交谈？兴许是有人远远地看了一眼，认错了人。郡主既然不在现场，又怎能远远看着有人在呢？像这种杀人的案件，难道还有杀人凶手允许旁人围观不是？这人正敢靠近，不怕被杀了头？你是捕头，怎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？还是说，你受他人指使，想要把脏水泼到我身上？郡主慎言，小人不敢。至于认错人的事，姐姐这几日也知道了。有人将我错认为他的学徒，有人认我为他的姐妹。但是这2日我并未出过王府，相信这一点，府里的下人都能为我作证。大人。
这是从我儿子身上找到的，请大人为我儿子做主啊！哎呀，呈上，呈上。王妃，于大人，无廉有话想说。说。草民万死。其实这些话，本不该我来讲。但今日，郡主先是涉嫌以毒害我，后又牵扯进了贾谊的死，这一桩一件都不是小事。尤其郡主是王妃带来的，这些事如果传出去，恐怕王妃的颜面尽失啊。所以今日草民斗胆，想问一问郡主。自从您来了锦绣城，为您验身的何嬷嬷死了，今天这个贾谊也没了。哦，还有，您口中那2位冒充您父母的老夫妻，据说也不知所踪了。这些所伤害的可都是王室的子民，无廉受点委屈无所谓的。但我恳请郡主，为了您的子民，配合于大人的调查，以证清白。吴先生言之有理。于大人，若恒是我的表妹，也是承恩王府的郡主。承恩王心系百姓，刚正不阿，想必我这表妹也一样心系百姓。今日我把表妹交给你，相信于大人一定会秉公执法，还各方一个公道。王妃英明，王妃英明。还请郡主暂住狱中，等待本官查明此案，好给各方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王妃，大人，虽然我儿并非官神，他好歹也是一条性命啊。既然目前的证据无法证明郡主的嫌疑，但请大人秉公执法，将郡主打入死牢，否则的话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公堂上。郡主乃千金之躯，岂能随随便便押入死牢？若不然，你说王妃徇私枉法是吗？王妃，绝不能让这贾员外当着您的面没了命啊！可真是我的好妹妹，你真是一天都不让我安生。硕恒，你接连惹下如此祸事，还是去死牢里住上几日吧，等于大人还你清白。我愿随郡主一起入狱。王妃英明，郡主，请吧。你觉得他还能活着出来吗？哦，糟了，把我扔了吧。这镜子真是越发昏花了。昨日明明还剩2道纹，今日怎么又多了1道？自从这凤凰不色后，王妃的容貌更胜从前了。至于这镜子，明日让小厮换了便是。
3年了，王爷连我寝殿的台阶也未曾踏足。罢了，人心变了，又与镜子何干？纵然是换了镜子，也换不回王爷的心。王妃，王妃，眼看王爷就要回来了，这郡主却入狱了，咱们怎么跟王爷交代啊？再怎么交代，也不过就是个女人罢了。若真惹出了命案，我怕是跟王爷说不清了。既然已经把若恒交给了知府衙门，我就不干涉于明办案，这样便可在王爷面前撇清关系。承恩王那边要是问起来，若恒若真的惹了命案，需要向承恩王府交代的不是我，而是于明。若他无事，接回来便还是我的好妹妹。王妃思虑周全，就是那死牢，阿萨手段太多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那个性子也该被收拾收拾了。王妃所言极是，这郡主跟那吴先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杜嬷嬷，有些事你自己知道便可。下去吧。是。吴莲给王妃添麻烦了，先告退了。慢着，你如今脾气是越发的大了。不要忘记你的身份，你不过就是个绣工。草民谨记。下去吧。若吴莲用死牢困住如兰，再在牢内动手，我们可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他这个人恶在阴狠，欺负了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年来却没有人能够动他分毫。如兰现在是郡主的身份，都能被关进大牢，若真有个3长2短，这锦绣城就完了。3年前他跳城墙死的时候，我明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却没有出手救他。如今他身陷死牢，我不能再看着他死一次。你就说吧，爷们几个怎么办，才能让宇知府放了他？我和小九想了个法子，劫狱。但死牢监管甚严，我2人之力太过微薄，还请冯帮主出手相助。我知道此去凶险，可能一去不回，但我别无他法。刘歆在此以性命相托，请2位义士同我与小九一同劫狱。刘爷，你平时照顾兄弟们不少，你的事就是夜狐帮的事。为了锦绣城，我们一定会把如兰姑娘给救出来。你们的义举我们都看在眼里了，这人我李小鼠就定了。刘歆在此，谢过2位义士。干！干！干！先生，你的手。没人能伤得了我的手，你信吗？婉儿，今晚你好好陪我，明天就送你的好姐妹上路。留不到。赶快走！说，郡主找到了。走。
刘协，正如吴先生所言，今天你和郡主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那就试试。刘大哥，别多说，快走。拦住他们，抓活的。是。快走！小桃，先走。小桃，小桃，走，快走！天！爷爷，快走，保护好郡主！不要管我，其他人给我追！不是冯老大，你也没跟我说有这么多人啊！我这地小，这哪住得下呀？舅舅，你给个面子。面子多少钱啊？黄掌柜，有劳了。哎呀，我这有的是地方，随便住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带礼物去，哎，这价格不一样啊。好说好说。好说好说，来，里边请里边请。王掌柜，干嘛？快进去，快进去，快！再不开门，我砸门了！来了！哎呀，王捕头，这大半夜砸门干什么呀？来还我丝线钱吗？哎呀，正事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？有啊，哪儿呢？这不站着的吗？呀，你不是人啊？你，王捕头，王捕头，那边发现夜狐帮的踪迹。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让你走了吗？还钱！你这娘们掉钱眼里了！哎，你，哼！王妃，昨晚郡主被人从死牢里边劫走了，就剩小桃姑娘了。自是体大，下官不敢擅自决断，前来请示王妃。劫走？于明，我倒要问你，死牢里的人还能被劫走？请王妃恕罪，下官也是怕扰了郡主的清静，就减少了狱卒。你可知道，谁劫走了你家主子？不知。我只是想给他个教训而已，谁想到他……于明，我限你3日，不，2日，2日之内必须把郡主给我找回来。是。若找不回来，你和你的下属就等着王爷回来砍头吧。下官明白，下官告退了。那他……若找不回郡主，就按劫狱同案罪处理。是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郡主杀人、郡主劫狱都有蹊跷吧？您……我也不敢深想，但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待王爷回府之时，他必须承宠，否则的话，王爷就看不到我为他做了多少事，受了多少委屈。只是自从这郡主来了咱们锦绣城，城里出了多少事儿，烟雨绣庄又出了多少事儿啊！我且用他替我拢住王爷，其他的事我再做定夺。先生，若日后还有危险之事，不如交由我去做。您给自己下药，这是吓坏了婉儿。若不做得逼真一些，如何将他送入死牢啊？不过这回倒是多亏了你跟着他们，才能让吴信除了假意。先生多谋，只是不知郡主此次下死牢，是否还能重见天日？
还真是关心你以往的姐妹啊。当然不是，婉儿只是替先生担心。先生，无心，说吧。先生，令如兰被刘歆救走了，于大人只抓住了小桃，这些都是王捕头亲口跟我说的。王妃命于大人2日之内找到郡主，否则……孟婉，这于大人惦记我的春江图已经很久了，你去取来亲自送给他，告诉于大人，只要小桃在，就不怕引不出令如兰。是，先生。这是官府告示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救他。慢着，怕是有诈。黄掌柜，辛苦您先前去探一探。他们这是冲你来的，不是小桃。刘大哥说的对，如今我们几个大概都在官府的搜罗之中。娇娇，昨儿你把钱都收了，就再给个面子。行吧，当年你救了我，如今算我还了。这女子看似厉害贪财，心还是挺好的。来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！退！哎，这可马上多大事，多辛苦！娇娇，快来看看妹妹。妹妹脚上有红胎记，这是天降福瑞，到咱老黄家呀。小梅，小梅，怎么样，小桃找到了吗？小桃已经被悬在城头，这么挂下去，命都要没有了。严谨点啊！是。如果仅仅只是杀个无脸，我们也用不着费这么大力气。你还记得郡主告诉你的话吗？如兰，要做的是撕下无脸丑恶的脸皮，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。好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郡主。乡亲们，喝！来，马上！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安排叶虎帮的兄弟做好接应了。我还准备了这个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放心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把小桃救下来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来，喝！好酒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原来是冯帮主啊！今天是买到好酒了。确实比我们的酒好得多。小桃，来，快走！快走！
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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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走